嘛是真有纪念性，这是饲的宝贝狗啊死去了后的骨头虎待伫咧花骹，结果花骹煞互贼仔拼去。家人饲这个姓吴的查某囡仔，伊开一间宝贝动物精品店，饲一只狗啊2年前过身，伊阵啊甲狗仔的骨头待伫咧店门口口的花骹。顶礼拜有一个富人人徛倒摆经过，刷手甲伊花骹偷摕去，害这个吴小姐足着急，赶紧报警察。落尾警察嘛已经找到这个富人人，嘛甲花骹交互本人。吴小姐无想要搁再追究，想讲过了身煞了代。也毋过偷窃是公诉罪，也是爱上班。一个查某人甲奥多摆停好势，了后甲人店门口的花盆捧去，佮做伊走去。毋过这毋是一个普通的花盆内底佮有带这个店头家伊的狗仔的骨头糊。还记得你喜欢咬着我的手。头家饲的狗仔死去了后，佮特别甲制作影片。伊讲伊真孝念这只狗。影片内底这只黄金蜡犬是家人吴小姐真爱的狗仔。伫咧2年前，这只狗仔死去，吴小姐佮甲伊的骨头糊甲待伫咧这个宠物店门口口的2个花盆内底。想袂到伫咧9月初7日早起，一个负责人骑奥多摆经过，就撞啊甲捧去。紧行我啦，拜托啦，恁甲我的狗仔牛甲捧走啦！吴小姐心内真着急，赶紧伫咧这个网络来发文。伊表示讲花盆无价值钱，毋过内底有带狗仔骨头糊，希望这个贼仔赶紧还伊。2天了后，这个警方嘛找到偷摕负责人，嘛已经甲这个花盆还这个吴小姐。吴小姐才感觉较松人，伊真感动，表示讲伊的狗仔转来厝的啊。询问之后，警方仍依据刑法窃盗罪嫌，将李姓妇人来做函送侦办。互人问到讲偷摕花盆是要创啥咧？这个偷摕负责人讲要饲鱼啊。虽然讲吴小姐无要来追究，不过窃盗是公诉罪，这个负责人同款爱来担刑责。记者综合报道。